所喜悦的子民。主，我们也求你继续带领祝福我们在迦南教会、在牧区、在小组当中，主啊，都能够有坚定的信仰，不论挑战，不论患难，或是不论任何的困难，我们都能够靠主得胜，靠着在彼此代祷关心当中彼此扶持来得胜。谢谢爱我们的主，垂听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祈求，阿们。好，在我们要开始聚会前呢，我们还有一点时间，我们可以去跟其他的弟兄姐妹跟他请个安，握个手，跟他祝福，好，然后跟他说很高兴跟你现在这边聚会，好，让我们离开座位，好，我们去把握时间，还有1分钟的时间，好，我们去彼此请安。平安，均平。平安，你好，很累，太高了，怕站起来太高了。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今天那么早就可以在这边见到大家。在我们刚刚已经有行过平安礼了，对不对？那我们现在一起起立，然后跟你左右两边的人说：神今天会是你的力量。好，我们一起来敬拜，神真是我的力量。我们一起来敬拜。神真是我的力量，神真是我。我们要继续来大声宣告说，神就是我们的力量。除了你在天上有谁？除了你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虽然有时候我身心软弱，但有一件事。
一次，虽然有时候我身心软弱，但有一件事永远不会改变。神的是我，一起拍手。神的是我的力量，神的是我那原谅我的部分都永远。神的是我的力量，神的是我的力量，神的是我的力量，我的部分都永远。再次，神真是。最后一次，我们要用喜乐的心来宣告说，神真是我生命当中，是我生活当中的力量。神真是我的力量，我的部分都永远。神真是，神真是我的力量，神真是我的力量，神真是我的力量，我的部分都永远到永远。我们要将我们的掌声，将我们的欢呼都交在最有力量我们的神当中。我们要将我们的掌声献在他面前。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们要来到主的面前，在每一次我们的敬拜当中，其实我们不单单只是想要唱出我们那些歌词，或者是唱出那些我们觉得很好听的歌。在每一次的敬拜当中，我们都可以祷告，都希望每一次我们来到主的面前，在敬拜当中，就是在练习操练我们与神的关系。我们要谦卑自己，放下老我跟自我，我们要来唱这首歌来敬拜他。我需要谦卑，需要谦卑，就是我谦卑，才能到主面前。主是我谦卑，求主是我谦卑，我需要谦卑，才能到你面前。主，求你来破碎我的骄傲，让我重新想起你的怜悯，求除去我心中自大的痕迹，使我清晰谦卑跟随你。我们再来唱一次，我需要谦卑。到
前敬拜你，是因为主耶稣，你饶恕我们，饶恕我们的罪，让我们能够站在主你的面前来敬拜你。我们要将我们的敬拜就奉献给你。我能给你什么？回应你所给的，我最不配，你是我珍贵，世界舍弃的，但你看我为宝贝。我能给你什么？回应你所给的，为我生命是我的完全，在创世之前，你拣选了我，献上我生命为你所用，我所有一切为你所赐，而我有什么不能够给你？生命是你的，恩赐是你给的，献上我生命为你所用，我能有什么不能给你？赏赐在于你，收取在于你，用我为你的尊贵器皿，一生对你成为祝福。我要从头来唱一次，我们邀请每一位弟兄姐妹都开口跟我们一起来唱。耶稣，我能够给你什么？我能给你什么？回应你所给的，为我生命是我的完全，在创世之前，你拣选了我，献上我生命为你所用，我所有一切为你所赐，而我有什么不能够给你？生命是你的，恩赐是你给的，献上我生命为你所用，我能有什么不能给你？赏
的完全，在创世之前，你已拣选了我，登上我生命，为你所有。我能有什么不能给你？问我有什么？问我有什么不能够给你？生命是你的，是你的，真正是你给你。献上我生命，献上我生命，为你所有。我能有什么？能有什么不能给你？赏赐在于你，赏赐在于你，收取在于你，用我为你的尊贵器皿，一生为你成为，献上我生命，为你所有。我能有什么不能给你？赏赐在于你，收取在于你，用我为你的尊贵器皿，一生为你成为祝福。赏赐在于你，收取在于你，一生为你的尊贵器皿，一生为你成为祝福。是的，天父上帝，虽然我们没有许多的金钱能够献给你，虽然我们没有什么样的珍贵的礼物可以带到你的面前，但是上帝所喜悦的是一个忧伤痛悔的心。你所喜悦的是像是玛利亚专注在耶稣的脚前，你所喜悦的是一个听命顺从、愿意委身在你面前的心志。求你悦纳我们的生命，求你悦纳我们在你面前所摆上的心意，让我们知道我们能够献上的就是我们自己。愿上帝你悦纳我们在你面前的敬拜，悦纳我们在你面前的态度，也悦纳我们在你面前所做的一切都合乎你的心意。我们这样子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各位弟兄姐妹，大家请坐。让我们来读今天的经文。今天的经文是继续是历代志下的第11章。我们要从历代志下继续来看所罗门他的儿子罗波安王所发生的几件事情。让我们来看这段的经文。好，那牧师带领大家一起来读18节。罗波安娶大卫儿子耶利摩的女儿玛哈拉为妻，又娶耶西儿子以利亚的女儿亚比孩为妻。从他生了几个儿子，就是耶乌斯、示玛利亚、撒罕。后来又娶亚撒龙的女儿玛迦，又从他生了亚比亚、亚太、细撒、示罗密。罗波安娶18个妻，立60个妾，生28个儿子，60个女儿。他却爱亚撒龙的女儿玛迦，比爱别的妻妾更甚。罗波安立玛迦的儿子亚比亚做太子，在他弟兄中为首，因为想要立他接续做王。罗波安办事精明，使他的众子分散在犹大和便雅悯全地，各坚固城里，又赐他们许多粮食，为他们多寻妻子啊。我们在上礼拜讲到所罗门他的祷告，而所罗门的祷告就是预备他的心志，预备他在上帝面前的关系，让他的祷告能够亨通，能够到上帝的面前。而且所罗门他做了很重要一件事情，就是让圣殿扩充它的功能，成为一个祷告的殿。所以我们来到教会，除了敬拜献祭，还有像他的父亲大卫来到圣殿可以唱歌敬拜神。所罗门王提升圣殿，是每一个人可以成为一个万民祷告的殿。而他的儿子罗波安，在他的祖父，在他的父亲大卫王
所罗门王好的这样子传承底下，到底能够为圣殿带来什么样新的气象呢？好，那我们今天要来继续来看好这一段的经文啊。那在大家帮我再按一下荧幕，好，谢谢。好，在这个我们的从民国100年开始啊，我们就开始多了这个节，好，叫做什么节呢？祖父母节。好，从我们民国100年开始。好，那在每一年的8月的第4个礼拜天啊，好，所以我们这个祖父母节呢，好，其实到现在只有10多年的时间。好，但是在世界各国呢，好，已经开始为期有蛮长的历史啊。好，但我们台湾也算是在世界各国当中算是快。祖父母节，好，就是要感谢这些的阿公阿嬷，好，祖父母，好，甚至呢，现在在我们的这个政府的这个教育局当中啊，以前我们会分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现在怎么样？通通叫做祖父祖母啊，好，就是没有分成男的爸爸那边的爸爸妈妈，妈妈那边的爸爸妈妈，好，通通都要叫做祖父母啊，好，就是因为外公外婆感觉他就是怎样，好像听起来就是在外面一样，好啊，爷爷奶奶就是要在里面，好，所以为了消除这个在字义上面好的这个歧义呢，好，所以呢，我们开始有这个祖父母节。好，所以如果你的祖父母阿公阿嬷还在的话呢，好，你可以在8月好明天的时候呢，可以跟他说阿公祖父节快乐，阿嬷祖母节快乐。好，他大概也不晓得要做什么。好，但是我们教会呢已经开始几年都有祖父这个孝亲主日啊。好，所以明天教会呢，我们有一个邀请阿公阿嬷、爸爸妈妈还有儿孙呢3代同堂的一个闯关活动。好，在教会来举办。好，那我们当中有些同工，好也来担任志工。好，就是呢能够多制造一些机会。好，因为呢我们很容易有代沟。好，你的阿公阿嬷在讲的话，你可能听不懂他们在讲什么，而我们在讲的话，好，或是你们在讲的话，他们也不见得听得懂。好，所以呢，当大家都听不懂在讲什么时候呢，就感觉像是外国人，就好像的成为一个代沟啊。但是呢，现在我们透过这样子的节日呢，好，目的呢，希望就是能够让3代好之间的沟通好是没有障碍的。好，所以有一天，好，你有阿公阿嬷，好，我相信你一定会有爸爸有妈妈。你既然有爸爸有妈妈，就怎样？会有阿公，会有阿嬷，好，这些祖父祖母。好，但是呢，将来有一天，你可能会成为别人的阿公阿嬷，好，你可能会成为别人的爸爸妈妈。而你也希望能够跟他们维持这样子的沟通啊。那在这个今天历代志下当中，我们看见罗波安王，好，他的爸爸呢，好是大卫王。可是呢，当他遇到国家重大事项，好，就是有一群人来到他的面前，说：“你的父亲所罗门王呢，给我们加了很多的税，让我们背了很重的担，好，所以我们做工做得很辛苦。现在你爸他死了，好，我们希望呢，你能够减轻，不要再像你爸那样子，好，那么样的严格，让我们背这么重的重担。”罗波安王说：“好，让我考虑3天，3天后再回来。”在这3天呢，罗波安王做什么事情呢？好，他就去问他的几个这个幕僚。首先，他问的是比较年长的幕僚，说怎么办？这些幕僚都是他爸留下来的，所以我该怎么办呢？现在国家好有这样的问题，这些幕僚就建议他说：好，你要顺势而为。他们要求减轻他们的税，减轻他们的工作，好，你就要好，就利用这机会减轻，这样他们就会听你的，好，他们就会继续跟着你。好，他说好，然后呢，他要去问一些幕僚，是他年轻的，跟他同年纪的，好，甚至是跟他从小一起长大的。这些同年纪的幕僚说什么呢？好，这些人啊，就是又饿又懒。你现在如果听他们呢，以后他们就会予取予求啊，好，甚至他们就爬到你的头上去，你这个王位就不保了。如果你是罗波安王，你是这个国王，你觉得你要听哪一个？2种都有可能，但是你不晓得哪一个会发生。后来他选择相信他的朋友啊，所以他呢就是对这些人说：“我呢，好，3天后他就对这些各地的领袖说，我的小指头比我父亲的腰还要粗啊！我呢
我要使你们负更重的恶，而且我的父亲如果是用鞭子打你们，我要用蝎子来打你们哦。好，就是我要比我的父亲更狠就是了。这就是他最后的决定哦。我不晓得你有没有遇过这样子的老师，或是遇过这样子的老板，好，或是遇过这样子的上司，好，他可能一来到这个地方，好，或是刚接上这个位置，新官上任就怎样，3把火，他要展现他的魄力啊，展现他的这个能力啊，展现他的威望啊，好，可能他就要上行下效，他就要做一些好这个极力风行的事情。但是呢，罗波安好，他打的如意算盘呢，好，却是呢没有办法得逞。好，一个小指头能够比一个人的腰还要粗吗？好，是不可能。好，所以呢，历史证明，好，这一句话被圣经记下来，而且还记载在2卷书当中啊，证明他这句话成为一句笑话。好，他当时好可能害怕，他如果对他们太好，这些人爬到他头上，但是呢，结果证明是失败。而他的王位呢，后来就不保，这个国家呢就造成了分裂啊，一大票人就跟着他离开。在罗波安好，他对他的父亲说：“我的手指头比我的父亲的腰还粗。”他有一个错误的感觉哦，以为我现在坐上这个位置，以为我现在能够在这边大声说话，好，我就是天选之人。但是呢，却忘记他的父母亲的辛劳和贡献啊。可能你在座的我们也是一样，我们的父母亲年纪越来越大，而你越来越有能力的时候，即便父母亲的体力虽然不好，但是他们不要忘记，他们出钱出力不会少。这是一个在2天前由这个内政部统计处所统计最新的，就是去年我们的台湾国人的平均寿命啊。其实，在109年，就是2020年的时候呢，我们的平均寿命都一直在往上爬。可是这2年，111跟112，为什么平均寿命往下？好，你看到它有一个往下，然后又往上的趋势，好，就是因为受到这个 COVID-19 啊。所以我们的平均寿命，好，最上面那一条的是女生，好，最高的时候来到84.75岁，每个女孩子。你在台湾出生长大，住在台湾哦，好，你的平均寿命可以活到84.75岁。男生呢，你也可以活到80.86岁，好，这个是最高值啊。而平均起来呢，好，大概是男生女生平均呢，因为还要算死亡的年纪进去，好，所以到77岁。而经过 COVID-19 之后，好，虽然掉下去，好，但是它开始在往上，这是2年前112年底啊，好的统计，好，所以就是2023之后才统计啊，统计到现在2024才出来啊，才计算出来，好，所以这已经是1年多前的数字，但是呢，台湾的男生、台湾的女性跟其他国家全球的男性、女性比起来呢，你只要是台湾男性，你比全球的男性平均可以多活7岁。如果你是女性呢，可以比其他国家全球的女性多活9岁。换句话说，当你的人生可以活到84岁，好，84岁的时候，接近85岁的时候，那你接下来人生要做什么事情？不是只有读书，可能不是只有工作，可能不是只有赚钱，可能不是只有你现在眼前想要做的事情。当你的人生如果可以活到这么久，好，平均起来就可以活到这么久的时候，你的人生一定要规划，好，跟你旁边的弟兄姐妹说，你的人生一定要规划。你一定要知道你的人生除了读书，读完书之后你要做什么？工作之后你要做什么？不工作之后，那你又要做什么？你的人生一定要规划。如果没有规划的话，你活这么久，你会发现你的人生不知道要做什么，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但是如果你大概可以知道可以活这么久，你尽早规划的时候，你的人生可能可以活得更精彩。也是在这个礼拜新闻当中，有一个 Gigabytes 技嘉的老板，他过世了。新闻没有说他什么原因过世，但是我只看到他60几岁就过世，根本这个平均寿命算下来啊，他少活至少10岁，少活至少10岁，他可以再多活个10几年。可是呢，
他忙着工作，好，在我们那个年代，好，这个 Gigabyte 哇，根本就是现在的台积电一样。在我们那个年代，这个技嘉哇，它就是一个大公司，它卖这个主机板，好，然后它卖很多的记忆体。可是呢，好，没想到他的大老板只活得60几岁而已，他的人生可能都卖命给公司，好，或是卖命给他的事业。虽然我不晓得他是什么原因过世，但是如果他可以再继续多活10几年，好，人生可能会有一些转弯，会有一些不一样。我们的父母亲，现在年轻人学历越来越高，好，现在你要读大学，好，你要拿硕士，好，甚至呢你要更高的学位，好，都不是像以前这么样子的困难。但是我们的父母亲可能跟我们的年代不一样，他不见得像我们学历这么高，可是他们的人生的阅历呢，好，却是很耐操啊。你的妈妈，好，最辛苦的是什么事情？你的妈妈最辛苦的，可能就是把我们生下来，好，决定把你怀下来，放在肚子里面。当她知道怀孕的那个时候，她选择要把你留住，选择要把你生出来。好，这当中好可能造成她身体的变化，好这个身材的变化，还有她整个人生的变化。但是呢，这件事情呢，因为她做了这样决定，才有今天的你。而你的父亲，即便你不是从你的爸爸肚子生出来，但是你的父亲，他也的确付清了，付清你的学费啊，付清你的这个手机费啊，付清了你的所有的费用，好，扮演一个父亲的角色。所以，因为他们即便没有像我们一样读这么多的书，但是他们的阅历完整，甚至在这样当中的操练，让他们成为父母的角色。箴言20章29节，好，强壮乃少年人的荣耀，白发为老年人的尊荣。好，邀请大家一起来说一次：强壮乃少年人的荣耀，白发为老年人的尊荣。在我们年轻的时候，身强力壮，好，你可以3天不睡觉，连续熬夜1个礼拜，好，都没有问题。但是呢，也不要因为觉得你自己体力很好，或是学历很好，或是能力很好，就觉得你的爸爸妈妈老了不重用了，好，觉得他们没有什么价值，他们的话没有什么可以听的，好，没有什么可以相信可信度。白发是老年人的尊荣，上帝让我们的人生好，一是走过，呈现在我们的外面就可以看到，好，所以看牧师的头发也是越来越少。也开始越来越白，好，虽然我也不愿意这样子，好，但是呢，随着时间，就必须好，你要去接受，但是这也是一份尊荣，所以不会因为说觉得自己的头发变少，觉得自己的头发变白了，我就觉得我人生越来越没有价值，越来越没有用，而是我知道上帝给我的，好，我要一步一步的来达成啊。如果我的父亲是所罗门，现在是罗波安，今天我们要讲这个人。如果是爸爸是所罗门，我要先认识我的爸爸，他曾经建造了耶和华的圣殿，甚至造了世界上唯一仅有的王宫，那是那时候全世界最豪华的王宫啊。后来有一个尼布甲尼撒王，都在他相信300年之后，300多年之后，才盖出了这个世界7大奇景的空中花园。所罗门王的年代都比那个尼布甲巴比伦国王还要早就盖出了那个特别的花园，而且呢，我的爸爸父亲所罗门王，他还会土地开发造镇，在那个时候，他把20个城镇，好，圣经当中好，他把它开发造镇，把那没有价值的变成呢是一个好卫星的城市，好，甚至他也建立了军队。甚至当别的国家南方的女王从阿拉伯来，好参观，连看到这个所罗门仆人的宿舍，他都吓到惊奇，好，因为所罗门的仆人的宿舍，可能都比这个女王她要住的地方都还要豪华，而且他每一年这个国家收到的就有23公吨的黄金，甚至他还打造出一个远洋的船队，他的船队一出去，好3年才回来。所以非常有可能，所罗门王的年代，他的船不是只有绕地中海而已，甚至从这个红海出来到印度洋，可能去到了南非，可能去到了印度，甚至去到可能更远，好到了中国都有可能。
好，因为航行一趟路就是3年的时间啊，这是圣经写的。还有他的智慧，他的财富胜过各国的君王。假如这是你的父亲，所罗门是你的爸爸，你在他的这样光环底下出生的时候，你一定会觉得哇，很了不起，很棒，很幸福。但是你要抓住的是什么呢？我的爸爸能力这么好，我的爸爸这么样的出名，我的爸爸这么样的优秀，而我要怎么样抓住什么？好，其实，在所罗门好的下面出生是很有压力，你很难超越，很难超越。但是所罗门他的爸爸好也不是简单的人物，好，我们有提过。假如我的阿公是大卫，好，就是所罗门。所罗门他超越他的父亲大卫，好，其实他的父亲大卫17岁的时候就打败了巨人，好，270公分的歌利亚，后来成为以色列国家的指挥官。后来呢，好，他不仅成为指挥官，甚至他还被拥上成为全国的王，是全部的人都到他的家门口，请他出来说：“你来当我们的王。”他不是去参加竞选，然后去跟人家选举选出来，是人家全国各支派的长老、领袖都来到他的住的地方前面，好，请他出来当王来治理他们，好，所以根本不用投票。甚至呢，在他当王当中，上帝也跟他订立了大卫之约，好，上帝跟他立契约啊。这个契约就是上帝要让他的后代永远在这个国家，在这个做王。还有呢，所罗门他也预备了圣殿，各样的硬体、各样的软体、各样的乐器、各样的敬拜、各样的诗歌，还有诗篇，还有唱诗班的人。而大卫最了不起的，他就是定下了一个 standard， 好，就是一个标准。这个标准在圣经当中，《使徒行传》说，大卫是合上帝心意的人。而我们现在在读这个历代志下，好，会读到许多的国王。这国王到底是上帝眼中看为善，或是看为恶？上帝说 OK， 或是上帝说 No good？ 标准在哪里？就是大卫。所以整个上帝好，他看这些的王好，他做得好和不好，标准就是大卫。但是大卫的标准不是上面这些事情，大卫的标准是他跟上帝之间的关系。他愿意花时间，大卫愿意付代价，好，愿意把上帝的话放在他的心中，好，所以他写的诗篇当中，好，他也写了很多。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我把你的话当成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好，所以虽然诗篇119篇不是大卫一个人写的诗，但是在诗篇119篇当中，我们看到他所在描述的就是大卫跟上帝之间的关系。好，所以诗篇119篇中的170几节，每一节都在讲上帝的话。好，是不管是诫命、典章、律例，好，训词，都在跟上帝的话，好，做他的重要的陈述和宣告。所以罗波安王他有一个很出名的爸爸，他甚至还有一个很出名的阿公，他应该都可以在他们的这个遮荫下面，好，在他们的这个光环下面，可以青出于蓝，更胜于蓝啊！至少所罗门做到了，可惜罗波安他没有做到。罗波安他没有做到。我们的阿公好不一定像大卫这样的成功，可是我们的阿公都有做一件事情，就是他们怎么样解锁成功啊！好，那个功就是当了阿公啊。你有把握将来可以当阿公的举手，或是当阿嬷的？没有办法，连牧师也不能有把握啊！好，牧师最近知道说我的儿子交女朋友，然后呢，最近好早就知道说我的女儿一直想要交男朋友，好，不是这个女儿，另外一个女儿，好，但是呢，即便他们有想要喜欢的人，但是你也很难有把握，好，我可以成功。好，在今天好的这个年代当中，好，我们谈感情好或是交往的，都不是以结婚当作前提啊，好，都只是为了满足好谈恋爱的感觉，或是满足谈恋爱的这个享受在恋爱当中啊。但是呢，恋爱很重要，
但是恋爱也要有结果。好，恋爱没有结果呢，我都会直接很残忍说，这在浪费你的生命。如果谈了恋爱，最后没有结果，好，都在浪费你的时间。还有浪费不是只有你，浪费的是你的下一代的空间和时间呢。如果你谈了10年的感情，最后却没有结婚，这10年来，如果你在10年前就结婚，10年后你的孩子都已经出生了，可能都已经幼稚园毕业，都已经上国小。但是你在想更远一点，当你60岁的时候，好，你的孩子他也可以至少大学毕业了，他就去找了工作，而你不会还在谈恋爱，你不会到了60岁、70岁还在谈感情哦。这感情好可以长长久久，但是没有结果，你就是浪费掉了时间，浪费掉了空间。在我们的这个，不管是这是国外的族谱，好，我们的华人的族谱刚好是倒过来。外国人的族谱是从下面，好，他们叫做 family tree， 好，就是一棵树，然后从上面开始长，好，长，然后各样果子就挂在上面。好，他们比较是看到是他们从这2个人结婚之后，然后他们上面树上到底掉了什么样的东西。在我们华人好的族谱是从上面下来的，好，所以比较像是圣经这样，好，上面谁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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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生，好，然后就这样一路的传承下来。不论你是从下往上看，或是从上往下看，如果好，我们的人生只有在那个地方没有办法延伸上去，或是传承下来，我们的人生就没有办法解锁，好，没有办法解锁，而且甚至代表什么？代表可能当你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你代表可能是孤单一个人，好，你的可能在你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是没有人能够在你旁边哦。好，牧师参加很多的告别式，好，那从过去的告别式，好，每场告别式旁边随便一围都20-30个人，到现在好都参加过告别式，在旁边就只有2个人、3个人，甚至以后也有可能告别式真的没有人来参加他的告别式，那也不是很重要，但是代表他在最后要离开这世界的生活当中，他没有伴，他没有家人。他没有可以跟他一起生活的人，而很多过去是所谓的老兵，好，在农民当中，好，他们就为了这样子一定要娶个伴，好，娶了伴就有个小孩，否则他离开他的家乡来到这个地方，好，然后呢没有家人。我们的人生要成功，就必须要有结果，而这结果呢，也要帮助下一代去认识。罗波安王，他有没有好好认识他的父亲？好，我觉得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罗波安王，他有没有好好认识他的阿公大卫？这也是一个好严重的问题。请问你有没有好好认识你的爸爸？你的爸爸读哪个国小？知道请举手。只有1个、2个，不错哦，好，请放下。那你知道你的阿公最高学历是什么呢？知道请举手。1个、2个、3个，比较少一点。好，最高学历。好，你可能不知道你的阿公到底有读过什么书啊？但是我们可能只不过过2代，你就对你的阿公很多事情哦，好，都不太了解。好，伯承知道你的阿公在哪边出生的吗？云林，不错哦，给伯承鼓励一下。好，很多人可能不晓得你的阿公在哪边出生，阿公阿嬷在哪边结婚，你可能都已经，因为对你来讲 ，who care， 不重要啊。好，我只要知道我自己在哪边结婚就好。问题是，当你不 care 的时候，很有可能就会像罗波安一样，他到底犯了什么样的问题？我的小指头比我老爸的腰还粗。如果再让他说我的小指头比我老爸的整个房子还大，有没有可能 ？Who cares？ 他不管他的阿公阿爸，他的上一代，他只在意现在你们到底要不要听我的话？好，我的父亲用鞭子打你们，我要用蝎子来打你们。好，这就是罗波安了。我们的阿公阿嬷、祖父母，他不一定金玉满堂啊，但是他们有可能会带你上教堂。你的阿公阿嬷是基督徒的，请举手。好，1、2、3、4、5、6、7、8、9、10，不错哦，哇，好，我要给这些举手的阿公阿嬷给他们鼓励啊，好，因为呢，好，那我们就给这些举手的阿公阿嬷给他们鼓励一下，好，因为他们是基督徒。
今天你能够很快的举手，你是基督徒，而且今天你还是在教堂举手。很多的基督徒的第3代，他说我是基督徒，可是我都不去教堂了，我都已经不去做礼拜了，因为他们可能 care 是其他的事情。罗波安在他那个年代，他已经忘记他的阿公大卫跟上帝之间是什么样子的关系，是那个刻骨铭心的关系哦。所以他的阿公大卫写了很多的诗，好，在我们的圣经叫做金诗，好，金诗，好，黄金的金，不是说这个诗是用黄金刻出来，而是说这个诗是刻骨铭心的诗，好，就是像黄金一样这样被这个高温高压，好，这样淬炼出来的金诗啊。大卫留了6首的金诗，好，而每一首诗，罗波安他有没有去读过、去听过、去发现他跟他爸爸之间的关系？在箴言，刚才我们读了20章，我们在读17章第6节啊，子孙为老人的冠冕，父亲是儿女的荣耀。好，请大家一起来读一次：子孙为老人的冠冕，父亲是儿女的荣耀。你要记得，你的人生要成功，好，就是要解锁。不是只有拿到大学文凭，或是硕士，或是博士，你结着这个的锁，可是还有一个锁在上面，就是你要有对象，对象之后要有结果。当你有结果之后，那是解开第1道锁。但是呢，当你当了爸爸妈妈之后，你还要帮助你的下一代，也要当爸爸妈妈，那才叫做完全解锁。我再讲一次，你的人生的会有很多的锁。这些锁好是你自己定的，你爸妈定的，你老师定的，好都有好。但是你要解锁，就是你要取得爸爸妈妈的资格、身份，你的人生才解了1道锁。但是第2道锁就是你要让你的下一代孩子，他也要能够成为爸爸妈妈，这才叫做完全解锁。在圣经当中，提摩太后书也是说，你要教导那些忠心教导别人的人。我们传福音给别人，不是只有告诉他你信耶稣，好，然后我讲完就没我的事，就再见。不是，我告诉他你相信耶稣，然后你还要再去帮助别人，让别人也信耶稣，让信耶稣的人他也能够再去告诉别人，这才叫做完全解锁。所以在我们的教会，好，牧师最近正在跟一些我们的长老同工，好，在开会规划迦南教会的门徒装备课程，好，门训课程。而这个门训课程呢，要怎么样训练到我们的从一个完全没有听过福音、听过耶稣，他来到教会之后，好，通过12堂课，12堂课上完之后，他就决定可以帮助他做出决定要不要受洗。而当他受洗之后呢，再上8堂的课。这8堂的课呢，好，就让他知道，好，他受洗之后的基督徒要在哪8方面成长，而他成长到他知道他怎么样自己成长了，不用再靠别人了哦。你要起来读圣经，你要起来祷告，你要起来奉献，你要起来聚会，不用。他成长之后，再上8堂课，他知道他怎么样去服侍别人。每一个人，好，这个世界上有100种的米，就有100种的人。每一种的人，你不晓得怎么样去服侍他，但是透过这8堂课，你可以去服侍不同的人，而最后你要成为领袖，好，就是最后有12堂课，12堂课上完之后，你就可以知道你怎么样成为一个领袖，帮助人复制这个过程，好，就是复制这前面的过程。所以我们的人生也像是这样，成为一个主妇，成为一个主母，好，代表他的人生，好，已经解锁又再解锁。当他当了阿公阿嬷，他的人生后面的时间，后面他要做什么样他想做的事情，好，都已经可以尽情的去享受，好，因为他已经得到这个空间，得到这个时间。可是他把他后面想做的先拿来前面，然后呢，我想要来环游世界，趁着年轻，好，环游世界。我不要结婚，我不要谈恋爱，我要去环游世界。当我在拉斯维加斯当牧师的时候，就有一对年轻人从台湾打电话来教会，好，说可不可以帮我证婚？好，说他们从台湾来拉斯维加斯，想要在赌城结婚。那我就去了，好，去了之后发现他们2个人是在环游世界当中认识的。
好，但是呢，他们认识发现彼此很像，所以他们就结婚之后，下一站好继续跑去环游世界。好，那我不知道他们现在生小孩。好，1年多前他有传脸书给我们，好，我问他们，哎，你当爸妈了没？还没有，他们还在继续，还在玩。好，他们就是赚钱赚一段时间，然后就出去玩，好，出去玩。但是他们人生可能解锁一个部分，可是当他们没有下一代的时候，好，他们人生好就会被锁在那个地方啊，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罗波安王，好，他放弃了他爸那一辈的宗仆的意见，选择跟他一起长大这些年轻人的意见，结果造成这个国家分裂，有3/4的人出走，12个支派，好，就有只剩下犹大支派，后来勉强还有便雅悯支派跟他们在一起。后来利未人跟这些北方的支派不习惯，他们也跑出来，所以有3个支派，好，他2个半支派，然后他们就回来，所以有3/4的人都不跟他一起国家，而这个国家呢，接下来有200年的时间呢，200多年的时间，都是在对抗啊，好，或是就是互不相让，好，其实他的父亲大卫好不容易让这个国家好可以成为一个非常的合一稳定的国家。可是富不过3代，因为罗波安没有好好去看看他的爸爸，没有好好去看他的爷爷，到底他在信了上帝在信什么，以至于他才当王，好，可能才不到1年的时间，或是2年的时间，这国家就3天就毁在他的一句话：我的小指头比我父亲的腰还要粗，我的父亲用鞭子打你们，我要用蝎子，好，那蝎子是说带刺的鞭子，好，就是我的鞭子上面还加了蝎子的这个刺一样，好，要打到你们哀哀叫。结果呢，这国家就散掉了，没有这个回天乏术啊，好，没有办法再把这个国家挽回，直到北方的国家被亚兰灭掉，然后南方的国家被巴比伦北方被亚述灭掉。南方的国家后来被巴比伦灭掉。利未记19章32节，邀请大家一起来读：在白发的人面前，你要站起来，也要尊敬老人，又要敬畏你的神。我是耶和华。今天我们坐捷运、坐公车，不爱坐，好，看到老人，你会不会站起来？好，圣经说，当你坐公车看到白头发的人，就这样，你要站起来，好，就要让位让座，好，这是圣经说的。好，当然他们那时候没有在坐公车，意思说，当有老人来到你面前，他要跟你说话啊，你是坐着的时候，你就不能够坐着跟他讲话，好，你要学会站起来，你要学会谦卑，你要虽然他的年纪比你大，他读的书不一定比你多，还有他的能力不一定比你高，但是你要知道，他们都已经解过他们人生的锁。而你还不一定解脱他1/3的锁，要尊敬他们，因为他们也是神所造的。要尊敬神，好，神造人，好，所以他是亚伯拉罕的上帝、以撒的上帝、雅各的上帝，这就是阿公、爸爸和儿子，这是最好的呈现。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都有抓住神，他们都没有离开跟神的关系，所以雅各后来上帝改他的名字，改名叫做以色列，就是这3代的信仰，他们都没有离开，而且就从雅各一直传到大卫，传到了所罗门，好，传到了罗波安。可是呢，就没有像这样子的榜样，这个阿公、爸爸、孙子，好，3代的信仰都对准上帝，好，跟上帝的关系只有更好，好，只有更好。我们也是一样，如果你的阿公跟神的关系很好，你要有一个信心。我跟上帝的关系不会比我的阿公跟上帝的关系更糟，阿嬷也是一样。如果我的父亲在教会参与很多的服事，我的妈妈在教会参与很多的侍奉，你要有这样的信心，我不会比他们更少。这就是你跟上帝的关系有在进步。如果你没有办法像你的父亲，没有办法像你的母亲，没有办法像你的爷爷、像你的奶奶的时候，像祖母的时候，代表我们跟上帝的关系可能会出现问题啊。有一句话台语有没有人会念？考一下，上帝有子无孙，台语要怎讲？上帝有囝
无孙，好，来大家讲一解，上帝有囝无孙，什么意思呢？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我们都能够做上帝的儿子女儿，不会有人做上帝的孙子。我们不会透过圣母玛利亚，然后来信耶稣，或是透过耶稣，然后信上帝之后，我们就变成上帝的孙子，我们变成耶稣的儿子。上帝有囝无孙，上帝是借着耶稣成为我们的父亲，把那个我们的罪债都付清掉了。而上帝是借着圣灵，像是我们的母亲，重生了我们的人生，让我们的人生对焦上帝。所以圣父、圣子、圣灵的关系，就像是有爸爸、有妈妈、有上一代传承的关系。上帝好像是爷爷，但是我这样讲不一定是合乎三位一体的哦。上帝好像是爷爷，耶稣圣灵好像是爸爸妈妈，好，一个是父亲，一个是重生，而我们好像就是在他们当中生出来那个孙子。但是我们不用叫上帝叫爷爷，好，不用叫天父爷爷，我们跟耶稣，我们跟圣灵一样，享受跟耶稣一样的位分。我们直接升格，好，叫上帝叫天父，叫阿爸父，不是叫老爷爷，而是我们能够跟耶稣一样是同等。因为上帝他没有把我们压下去，哦，你就是我的阿孙啊，你就是我的干阿孙，好，干阿孙就是曾孙，好，你不就是我那个孙阿屁啊，好，如果那个好年纪越大的哦，所以说嘿是孙阿屁，好，屁就是这个意思，好，就是好像你就是一颗虫还是什么的，好，不是，上帝他这样爱我们，他把我们生出来，他直接 upgrade 我们跟耶稣是同样都做他的儿女啊。所以，上帝上帝有囝无孙，借着耶稣，借着圣灵，让我们都做神的儿女，不用做孙女啊，做儿孙女。诗篇127篇是所罗门自己写的诗篇，罗波安的爸爸他写的这一段话，我们一起来读：儿女是上主所赏赐，子孙是他赐给我们的福分。再念一次：儿女是上主所赏赐，子孙是他赐给我们的福分。今天的年轻人，不生不婚，因为他觉得这个生小孩非常的麻烦。美国的 FBI 在3年半前就已经做一个全球的生育率调查。台湾的生育率在全球227个国家当中是最低哦，最低。而且呢，这个最低已经影响到台湾这个国家发展所需要，不管是人力、劳动力、兵源、国防、生产力、学校招生的这个来源。好，所以像今年就关了4间，去年不知道关了7间还8间，每一年都在关哦。好，明年也还会再关。所以关，好，关到后来，好，大家都是只有剩下一间大学可以念，哪一间？台大。以后呢，再过可能50年后，大家通通都是台大。如果都继续这个生育率啊，不到1，好，就是2个人生不出，每一对结婚的夫妻生不出来1个人啊，好，就是生育率低于1。好，我上次已经讲过，你只可能从头只生到膝盖，好，连脚都生不出来，好，那就是生育率低于。2个人生不出来1个人，2个人应该要生几个人？才会平衡，至少生出2个嘛。你至少你生出一个跟你一样的性别，你生出一个跟你一样的性别，这样才叫做平衡。可是连2个人都生不出1个人，好，所以已经是非常低的。那造成台湾生育率呢？好，3个原因，好，这是我们的国家级的研究，好，国家级的研究，好，它就是3个原因。第一个，晚婚跟不婚，好，影响生育人数。第二个，养育龄的妇女生育年龄延后，所以呢，本来可以生3胎的，变成只能生2胎。但是他又更晚婚，好，生2胎的变成只能生1胎，又40岁以后还不结婚，好，能够生1胎的也连1胎都生不出来啊。还有呢，育儿成本高，家庭经济负担沉重，好，这个是国家的调查。而这个调查呢，好，重点在为什么会造成这些问题？2个原因。第一个，我们的教育越来越高等教育越来越扩张啊，就是我们花很多的时间好在念书，
你的毕业年纪大概几岁？正常就是22岁。好，那你22岁会不会就想要去工作？现在大家都不会，好，都会想要再念下去就几岁？24岁啊，你念到24岁还在念的话，就几岁？好，再念个博士5年，你就29岁了。好，所以呢，如果你出国一样，好，这个29岁，如果你是22岁就结婚，跟29岁就结婚，中间就差了7年。我们为了要学习更多东西，或是拿更高的学历，所以呢，我们就会延长就学的阶段，就延缓进入职场，延缓进入婚姻，延缓进入家庭生育的时间，这都是代价。我要讲的是代价。你不要想说你赚到学历、高学历，等到你年纪倒过来，80岁，平均年龄84岁，你就想想看，你70岁没有结婚，70岁要过什么生活？这些的学历，这一些好，你的收入，在你70岁的时候，它的价值好在什么样的地方？你可以早一点去想。好，还有第二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生活指数提高。好，现在手机一支多少起跳 ？iPhone 最便宜已经没有1万出头的吧？好，都是2万起跳的吧？好啊，所以你要买一支手机，对一个学生22岁的大学生，你要换手机2万块哪里来？你去迦南教会打工，好，也打工一个暑假也赚不到2万块，好，你可能要打工个寒假、暑假换一只手机，不然就要出去上班工作。然后呢，现在吃一顿饭，以前他还有50元便当，现在呢100块，好，还不一定吃得饱。以前好，你可能要去看个电影100，在我们那个年代看电影都是100块有找，好，后来变120，好，150、160。现在看电影呢，好，你再加上个爆米花，一个人大概就400多，好，400多，好，都是3、4倍以上。那像今天四海游龙，水饺又怎样？又涨0.5，一颗水饺7块钱啊！现在都在涨价，所以这些指数提高，你可能可以吃美食，享受这一些的名牌，享受这一切的东西，可是你要付更高的代价，所以你必须要赚更多的钱。为了赚更多钱，一个人赚不够怎么办？2个人一起赚，2个人一起赚，所以就没有时间停下来养小孩、生小孩，最后呢，也就排挤到后面结婚的意愿跟晚婚啊。这个资料哪来的？是我们的立法院立法委员网站上面由立法院公告出来的，这是最清楚国家现况、生育率，还有我们整个国家的危机啊。但是呢，对现在年轻人来讲，我觉得下个月就要出 iPhone， 在几个礼拜就开始要新的 iPhone 出来，这个比较重要。牧师讲谈结婚、谈恋爱、生小孩，这些没有那么重要，但是希望我们可以把某一些话听进去。当你年纪到一个程度，我们都可以活到70几岁，男生也可以活到70几岁、78岁、76、78。你活到那么久，可是如果都不结婚，那你接下来人生要工作到78，还是你要养狗、养猫、养鸟、养鱼、养蜘蛛，养蜥蜴，养到78岁，然后最后就像那个法国的老佛爷一样，把他好几亿的欧元通通过户给谁？一只猫，过户给一只猫。他的人生赚了大半辈子，最后过户给一只猫。有人觉得法国人觉得很浪漫，可是，在其他国家来觉得很可笑，非常可笑的事情。人生到最后变成一个笑话。10年后、50年后，看看这样子的事情，到底谁才是笑话？少子化有红利啊，就是减少痛苦，生小孩的痛苦，养小孩的烦恼，减少环境的负担，还有减少粮食的紧张，减少社会冲突，还有让社会资源大家都可以买得起房子哇！只要盖社会住宅，就不用那么多的房子。然后呢，教育也会越来越好，少子化呢，也会减少这么多的老人，未来老人的照护成本。哇，少子化表面上看起来有这么多的红利，特别是第7点，我们的国家就不会有那么多老人。问题是第7点要多久之后呢？100年之后，100年之后你才可以感受到那个减少照顾老人的成本。但是呢，少子化的危机是什么呢？
我们的整个民生好都会变成老人学校。好，现在以前的嘉义很多大学，现在变成社区大学。社区大学谁去读的？都是长辈去读的。我们的政治会变成老人政治哦。好，以后呢都是看老人好在搞政治。好，这个年轻人呢好参政从政，通通都是高龄化。退休年纪好65岁，美国都已经延后到67岁，而且现在67岁还鼓励70岁退休。好，所以我也讲过，好，以前我住在美国的时候，住在我们家的帮我们送信那个邮差，他在那一天才告诉我说，他今天要退休了，因为他今天70岁，好，他终于可以退休了。在台湾都是50几岁就退休了，为什么他要多做到70岁？因为他付不起水电啦，他付不起保险啦，他付不出房租啦，只好再出来工作。在美国，你去卖场。在那边推那个推车的，在台湾的家乐福都是年轻人，你去美国的卖场都是老人，都是老人在那边推。为什么？因为他们钱花完了，他们没有想到退休以后还要花这么多的钱，而且呢，各行各业呢都要冲击。婴幼儿以后生的小孩很少，所以大家不会聘到高薪的这个优秀的幼稚园老师。优秀的都被骗去老人院、安养院，好，这个复健中心，好，或是癌症中心，好，或是这个殡仪馆，好之类的，好，高薪的都在那边。而幼稚园呢，好，它的资源因为没有几个学生，好，当然有可能好会反过来，但是我们教育体系会跳水，好，它会跳水，很快教育体系会跳水。而这样的少子化，按照它这样的速度都不去改变它，就会变成无子化，好，连一个孩子都没有。好，今天讲的这个呢，好，不是在制造危机或是在危言耸听，而是跟你跟我都有关系。越早有人告诉我的话，好，我都不会觉得我要只生3个。好，我27岁结婚，我都宁愿26岁就结婚，或是我是30岁当爸爸。如果我今天有人在我27岁好告诉我的时候，我会考虑我29岁就当爸爸。好，我如果29岁当爸爸，好，可能允田好还会再有一个，在下面可能还会再生一个。好，但是我们那时候是连生一个都没有补助啊。好，那时候我们生小孩没有像现在这样子，都没有。但是也就是这样过来，你的爸爸妈妈也是这样，你也是这样。好，当你的爸爸妈妈生你的时候，也没有享受这些资源，他们做到了，问题是我们做不到。他们没有这个学历，他们没有这个光环，他们成为父亲母亲的做到了，我们有，我们做不到。我们的阿公阿嬷在他们那个年代更难呐，那时候可能还连吃饭都吃不饱，但是他们让他们的孩子也生了孩子，做到了，而我们不一定做得到。今天这段经文，好，这个罗波安最后有改变，好，这要读到第12章。罗波安一开始刚当王的时候，当王不到几天，不到几个月，结果呢，就让这个国家啪，马上就分裂了几百年。但是当他被上帝管教之后，他们承认自己犯了罪，他们说上主是公正的。这些话已经说出去了，这些人已经出走了，来不及了。但是他们愿意谦卑悔改，而上帝也说：好，你们虽然谦卑悔改，可是埃及的法老叫做示撒，埃及法老会来痛打你们。好，当法老来的时候，你们就知道服侍上帝跟服侍世上的统治者有什么差别。埃及在圣经就代表我们的世界。我们把我们的人生都在服侍埃及、服侍世界、服侍台积电，好，服侍这个世界上的老板。我今天才听一个董事长，好，他曾经在台积电，好，在访问他，他说曾经在台积电，好，做到1年365天，工作几天？就工作365天，连过年都在工作。他是一个高阶主管，他跟张忠谋已经算是可以常常开会了。他说他印象最深的就是有一次，他终于过年可以放假，
他要带他的儿子，机票都买好了，好，然后呢就要出国去跟他儿子好好的过一下假。结果那一天，就在那一天，公司打来了，张忠谋打来了，然后怎么样？回去公司，然后他就看着他的儿子，很难过的把这个机票怎样默默的收下来，又没有度假了，又没有，所以他说，他就跟他太太已经跟他反映很多次，最后他说他不能这样过下去，他必须要离开台积电，所以他现在出来自己开公司，成了另外一家公司的董事长，薪水不一定比以前好，或是比以前好，我不晓得，他没有说，但是他可以主导。规划他的人生。我现在不是说台积电是魔鬼啊，好，台积电对台湾很有帮助，但是现在来看，以后来看，10年后、30年后，是不是还是这么有帮助？不晓得，要继续看。但是我们如果没有服侍上帝，跟服侍世界差别会在什么地方？到你一个年纪，你就会知道，罗波安，上帝给他机会，让他可以谦卑悔改。最后他说，上帝是公正的，好，他重新开始。所以罗波安，好，即便后来埃及打进来，但是没有把他们的国家灭掉。他的老爸，好，做了200个金的盾牌，每个盾牌都7公斤，全部都被抢光了，都被埃及抢光了。然后，但是呢，他知道这些不是最重要，服侍上帝才是最重要。人生3大不幸：少年得志。中年失业，还有什么？临老入花丛，有没有听过？大卫少年得志，17岁就出名，打败歌利亚，结果他被逼迫13年，到他30岁那一年，他才稍微解套。中年失业就是罗波安，41岁当王，结果41岁这个国家这个王位好做没有3个月，国家就失掉了3/4啊，他只能够做犹大王，他的。所罗门是临老入花丛，好，前面呢，哇，跟上帝祷告，前面呢跟上帝求智慧，可是到他晚年的时候呢，爱上了1000个人，就娶了1000个人，好，他可能当然是不止1000啊，但是呢，他在这花花绿绿当中迷失方向。不过上帝也可以让这些不幸变成祝福。少年应该是要学习神的话，像大卫成为合神心意的人。中年是要怎么样实践神的话，像罗波安后来谦卑下来，他知道要服侍是天上的君王，不再是服侍地上的王。而老年就要享受神的话。所罗门年老的时候呢，好，他还亏他写了箴言，好，还告诉他儿子应该怎么样。可是他年老的时候，他没有享受到，所以他最后所罗门王的年老的时候呢，几乎是一片的空白。最后由传道书替他表达一句话：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虚空。不管他有几张台积电的股票，不管他盖了几座的王宫，不管他的远洋舰队带回来的孔雀，带回来象牙，这都是圣经写的，带回来星星狒狒，好，珍奇异宝。可是他最后就留下这句话：全部都是虚空。而所罗门说，只要最后他的结论是，只要敬畏神哦，要在年少的时候就要学习神的话，实践神的话。你到年老的时候，就算年老的时候，我鼓励大家，你周间来教会看一下。好，在我们周间，我们有得福好的这些长辈，明天我们就是要陪他们一个早上。他们周间都来教会做什么？都来教会上课、听演讲、吃便当，好，而且都政府出钱哦，好，也不用缴钱哦。下午之后做什么？玩拉密，然后可以玩到几点？吃完便当就开始玩，好，玩到4点。好像炳恩他们有来打工就知道，为了这些长辈要玩拉密，他们还要打工时间延后，好，等到他们拉密玩高兴之后，他们才能够进去打扫整理。好，但是呢，你会觉得他们人生可能很无趣，可是我要告诉你们，他们人生已经解锁到一个程度，好，所以后面都是他们的自由时间、放风时间，他们也不用去推车，他们也不用去开车去送信，他们也不用去哪边打工上班，然后他的退休金不够。虽然他们没有享受什么 iPhone 啊，他们可能没有享受什么啊，但是你不要看那些长辈哦，他们的 iPhone 都哪来的？
都是儿子送的、孙子送的。你不要都是他们的这些很厉害啊，他们的 iPhone 都比牧师的还新哦。都是他们的儿孙送的，所以红利很多，红利很多。所以你要有常常跟长辈在一起，看到他们现在怎么生活，你将来就有个概念。你不要想说你现在生活，以后一辈子永远都是这样，而是他们可以掌管他们的人生。他们的孩子大了，他们都不用管他们的孩子，因为他们的孙子就是他们的孩子去管。他们就只要做他们自己想做的事情，开心的事情。好，如果夫妻两个身体都健康，两个至少都可以同时活到78岁。如果你们规划在65岁或是63岁就退休，到你78岁，你还有15年的时间，身体顾好，钱存够。好，你们要怎么样去过你们的生活？好，孩子也不用管的，孙子也不用管的。好，我觉得那是人生。好，你就可以全心在教会或是做上帝的工作，就跟你年轻一样。好，所以在我们今天的分享当中，好，你可以去想一想你的阿公阿嬷，如果他是基督徒，好，你也去想一想他怎么样成为基督徒的。不要忘记，我们迦南教会60周年啊，60周年，我们已经至少会有第4代、第5代。如果你从第1代在这个地方，我们将来好会有第5代、第6代、第7代好的这些基督徒继续在迦南教会当中，而这都是我们的责任，好，都是从我们出来的，好，不是去路上捡的或是路边捡来。好，上帝让罗波安谦卑，好，就是因为他被世界修剪过，被埃及法老修剪过，所以我们在这追逐世界的当中，好，不要想说你会赚得全世界。当你赚得全世界的那一天，上帝反而说：今天你就没有命了。你赚到了，可是你没有时间花了。好，你可能60几岁还来不及享受你的退休金，你的买的这些保险金都还没有用到，好，通通都被别人拿去用了。而很重要的少子化，好，虽然牧师可以说有贡献呢，好，因为我们2个人生了3个人，好，我们是正成长，好，不是打平哦，是正成长。但是呢，好，我不晓得我们生下来这3个孩子以后他会不会当爸爸妈妈？我不晓得我生下来这3个孩子他以后会生还是不生？好，如果你可以的话，好，我可以的话，我也希望他们好都能够在成家立业这件事情上面稳定哦。好，那我们也要为我们的长辈祝福，为我们的掌权者祝福，都要谦卑。好，不要当上了市长，当上了总统，好，当上了什么官，然后呢就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好，然后他就要开始报复，把他的理想抱负都展现出来，好，最后被人家看破手脚。你说要用蝎子打我们，结果你自己都顾不好自己了。好，那还有明天是祖父母节，好，再一次好对你的祖父母阿公阿嬷跟他说：阿公阿嬷，我爱你，有你才有我。好，真的是这样。如果没有他们，会有你吗？好，台大没有你，台大还在那边，可是没有阿公就没有你。好，所以你一定要好好的谢谢他们，认识他们，亲近他们，在他们还可以跟你活着讲话的时候，不要等到他们都挂了，不要等到他们都被上帝接去了。哦，我想要认识我的阿公，好，不知道去哪里认识；我想要认识我的阿嬷，好，不晓得去哪里认识。而是你要多花时间，好跟他们讲话。我们一起来祷告，请敬拜团来到台上。在我们今天的信息当中，虽然是一个愚昧的罗波安，年轻的王41岁就当了国王，当了总统，但是他被修剪，也不是白白的修剪。我们看到还是有我们可以学习的功课。亲爱的弟兄和姐妹，今天你可能还没有到41岁的年纪，今天可能你还在花样青春，今天可能还有你许多的抱负理想，但是你只要记得一件事情，你所做的一切不是为了这个世界，你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要来荣耀神，要来完成神在你生命当中的计划拣选。上帝塑造你，把你带来这个世界，绝对不是要让你变成一场空。上帝把你放在这个地方，绝对不是让你最后只剩下悔恨。我的人生就这样结束过去了，我的人生一切都是虚空。不，这不是上帝
照你的计划。耶稣说：“我来的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是更丰盛的生命。”亲爱的弟兄姐妹，不管你现在年纪多大，只要你活着，你呼吸，你喘息，你都可以继续活出神在你身上的命定。我有想到，在这个礼拜3，当我在主持社区的讲座的时候，那位讲师他一开始的自我介绍就说他现在有个新的身份，他说他现在成为一个爸爸。我吓了一跳，因为这个讲师年纪比我还大。他说他50几岁才刚结婚，他是先有了孩子，然后才结婚。他不知道他的人生会有当爸爸的机会，但是我还是为他感到高兴。他不是一个基督徒，但是他是一个社工，是一个讲师。他发现他当了爸爸之后，他发现过去他一直在帮助人，他一直在对人家教人家怎么样当社工，结果他发现他自己没有帮助到他自己。这是他在这个讲座当中让我听到非常阿们的一件事情。当他以为在帮助人，结果他在延后他跟他儿子之间的关系。50几岁，他的儿子才几个月，或是他的儿子才几个月大而已。等到他按照台湾的平均年纪的时候，他离开这世界，他的儿子不过才20-30岁，20几岁，但至少他还有一个儿子。他可能没有办法再结第2道锁了，因为他没有办法来得及当阿公了。亲爱的年轻人，这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值得你、值得我、值得我们一起来思考，如何让你的人生活得有意义，让你的人生可以活得有目标，不要到年老的时候才在觉得后悔、可惜、来不及。当那些阿公阿嬷都在玩拉密，你却变成要去打工，要去上班，要继续的工作，因为钱还不够，没有人可以照顾你，你没有一个家庭，这都是很令人难过的事情。求上帝让我们知道，我们在这世界上很重要的计划和使命。即便你不喜欢牧师这样子的唠叨，即便你不想要听这些人对你来说教，但是这是你的生命，你决定，你安排，你要负起一切该负起的。但是当你做了计划，你就会看见你所撒的种子都要结出果子来。邀请大家，我们从座位上站立起来，我们一起用这首诗歌来回应我们的神。求上帝帮助我们，真的有一个愿意谦卑，不是只有为自己而活的心。需要谦卑，需要谦卑，我有主使我谦卑，才能到主面前。我有主使我谦卑，主使我谦卑，我需要谦卑，才能到你面前。我需要谦卑，我需要更多的谦卑。主啊，求你使我谦卑，才能到主你的面前。这是我们的祷告，主使我谦卑，求主使我谦卑，我需要谦卑，才能到你面前。再次说，我需要谦卑，求使我谦卑，求使我谦卑，才能到主面前。主使我谦卑，求主使我谦卑，我需要谦卑，才能到你面前。哦，主，求你来破碎我的骄傲，让我重新想起
心中直达的痕迹，使我继续谦卑跟随你。哦主，求你破碎，哦主，求你破碎我的骄傲，让我重新想起你的怜悯，就除去我心中直达的痕迹，使我继续谦卑跟随你，谦卑我心，记录我生命，拿去我面具，曾是与你相遇，求炼净我心，使我更像你，求悦纳我心，我谦卑呼求你。第一个来为我们的阿公阿嬷来祷告，不论他现在是什么地方，我们要谢谢他，因为他非常的勇敢，因为他做了我们现在不敢做的事情，他选择我们现在不能选择的事情，就是他们要成为父母亲，成为这样的角色，甚至帮助他们的儿女也要成为父母亲。我们要谢谢他们，我们要来纪念他们，我们一起同声开口为他们来祷告。是的，主，我要为我的阿公、为我的阿嬷来祷告，因为有他们才有我，因为有他们的勇敢，才有今天我的爸爸、我的妈妈。主啊，谢谢你让我知道我的阿公阿嬷他们是勇敢的，他们是伟大的，他们是值得尊敬的。无论他们的学历，无论他们的过去，无论他们的经历为何，但是他们在生命这件事情上面，他们是活出谦卑，活出上帝的呼召，活出神的拣选。主啊，祝福我的爷爷奶奶，祝福我的祖父母们，主啊，都能够活出神的谦卑。第二个，我要邀请大家来为我们的领袖来祷告。这个领袖可能包括是我们的小组长，包括是我们的区组长，包括可能是我们的牧师，或是我们的老师，是我们的市长，是我们的国家的元首。我们要为他们祷告，让他们在那个位置上面的时候，能够保持在神面前的谦卑，不要用错误的态度做错误的决定，不要用错误的心态讲出没有办法挽回、难以收拾的局面。让他们能够知道倾听人民的声音，让他们知道学习彼此的尊重。我们一起来为这些在上位者为他们来祷告。是的，主耶稣，我们要为这些在上位者来祷告，主啊，让他们能够谦卑如同大卫，让他们愿意倾听各样的声音，让他们能够接纳各样的建议，主啊，让他们不骄傲、不张狂，主啊，让他们能够在神的面前保持谦卑的服侍，主啊，让每一位做领袖的、做丈夫的、做老师的、做长老的，主啊，都能够谦卑在主的面前。无论是教会的领袖，是社会国家的领袖，主啊，他们都能够倾听神的声音，倾听人民的声音。主啊，求你帮助他们赏赐智慧，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来同行。最后，我要邀请大家为我们的国家来祷告。我们的国家少子化，生育率全球最低，每2个人生不出一个孩子。因为我们在追求每一个人的梦想，追求每一个人生命的规划，但是我们忽略了我们的下一代的需要，我们的眼光只有停留在我们自己这一代，却扼杀了下一代、下一代他们原来可以享受的权利。他们可以有更年轻的爸爸，他们可以有更年轻的妈妈来陪伴他们，却变成他们一出生，爸爸40岁，妈妈40岁。本来他们的爸爸可以很年轻，跟他们一起玩，跟他们一起打球，跟他们一起游泳。但是他的爸爸老了，妈妈老了，跑不动，走不动。一出生，他的爸爸很快就要变成
退休的年纪，他可能还在念大学，他就要陪他的爸爸上医院；他可能还在念国中，就要陪他的妈妈洗肾。求上帝让我们不要经历这一切，也不要让我们的下一代经历这一切，而是我们要做出智慧的看见，智慧的选择。你这个生命是你的爸爸妈妈、阿公阿嬷延续下来，这个生命是可以再延续下去的。不要把你的生命就停留在你自己这一代，也不要把你的生命交给一只猫，交给一只狗，交给宠物。你的生命是非常宝贵，你的下一代是可以超越你的，你的下一代是可以活出比你更潇洒、更美好、更灿烂的人生，是可以的。只要你听见上帝的话，对准上帝的心意，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不要别人都这样子走，你就跟着这样子走，而是你的心意要更新、变化，查验神善良、纯全和那可喜悦的旨意。神喜悦你。我们一起来为我们的国家、为我们的下一代，我们一起来祷告。是的，天父上帝，我们要为我们的下一代来祷告，因为我们虽然看不见他们，但是神你早就已经看见了；虽然我们不认识他们，但是神你早就已经命定了。主啊，这是你要给你所有的儿女的产业，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主啊，每一个儿女都是上帝所要兴起的祝福，是带来的礼物。主啊，让我们预备好来承接，成为承接上帝的产业，上帝国的祝福，而是不是只有停留在我们的短的眼前。主要是看见将来，主啊，我们的家庭、我们的教会、我们的国家、社会是有盼望、是有希望的。我们是要看见上帝所要赐给我们的。主啊，因为上帝，主啊，你要使我们更加的勇敢，更加的警醒。主啊，让我们能够看见上帝所要赐给我们的。谦卑我心，进入神，拿去我面具，暂时与你相遇，决定我心，使我更像你，求悦纳我心，我谦卑呼求你，谦卑我心，进入我生命，拿去我面具，暂时与你相遇，求悦纳我心，使我更像你，求悦纳我心，我谦卑呼求你，谦卑我心，进入我生命，拿去我面具，暂时与你相遇，求亮起我心，使我更像你，求悦纳我心，我谦卑呼求你。当你今天晚上回到家，看到镜子，或是下一次你照镜子的时候，我鼓励你看到不是你现在的你，我鼓励你看到是一个成为父亲的你，在镜子里面看到是一个成为母亲的你，让你看见你是一个有资格成为父亲的属灵父亲，你是一个有资格能够来养育儿女、教导孩童，使他们一生走当行的路的父母亲。甚至我鼓励你在镜子里面看到，有一天你从职场上退下来，你的人生解锁2次，你真正成功成为一个阿嬷，你真的能够陪你的儿孙，还能够跟他一起玩，陪着你的孙子去打球，陪着你的孙子孙女去游泳，去学小提琴，你可以跟他聊天，你可以跟他玩手机。当你当阿公阿嬷的时候，我要祝福你，你的身体依然年轻，
身心依然健壮，你不缺花用，因为你已经知道如何在这世界上生存和生活。你不缺钱，你也不缺人生的目标，你也没有离开跟神的关系。你可以上面这一切都是可以享受的，就像你的爷爷奶奶、阿公阿嬷他们现在所享受的一样，你也可以。求上帝来祝福你，帮助你，让你在今天的这个信息当中，让你看见你的将来，让你看见你在天上的生命是一个多结果子的生命，不是只有你，而是你要带着一群人，带着你的家庭，带着你的家族，都要来侍奉耶和华，都要来敬拜耶和华，都要来成为耶和华所祝福的儿女。亲爱的天父，求你垂听我的祷告，求你帮助每个孩子们勇敢勇往向前，不要被这世界所迷惑，不要在这世界上停下他应该继续前进的脚步，让他走得稳健，让他们能够走得有信心，并且让他们走得能够有上帝满满的祝福，一路上都要看见上帝的恩典永远就在他们身边。我这样子祷告祈求，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弟兄姐妹，请坐。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是一种感动，我们要来回应神的恩典，也是一种行动，要将我们的奉献为主圣工所用。我们一起来奉献。今天的讲道，让我们能看见大卫、所罗门跟罗波安的故事，使我们能以此为借鉴，提醒自己不要狂妄自大，远离你，而是要谦卑来到你面前寻求你。恳求上帝让我们能在面对或者在选择人生伴侣上，能有从你而来的智慧，有你的带领。在孕育下一代的时候，也能教导他们走在上帝你的道路上，此生充满你的恩典。现在我们献上时间、才能、金钱，作为圣工所用，求主悦纳。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哈利路亚！我们要持续起立，我们要继续来赞美我们的神，我们一起来拍手。时候
荣耀归给神，哈利路亚。上帝的福分到永远，就是上帝的生命要到永永远远。我们一起来领受神的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帮助与感动，常与你们众弟兄姐妹同在，使你们能够多结果子，使你们能够成为属灵的父母，使你们能够成为神所喜悦的祖父祖母。从神所拣选的日子起，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差一点要说你们要今天成为祖父母了。好，跟你旁边的姐妹说，你会成为一个很棒的属灵父母亲。你会成为一个很棒的属灵父母亲，请坐。好，那接下来就是我们的报告时间。我是媒体组的陈欣。好，我们要来，又是我一直在上面。好，那我们今天要来报告。那报告的一开始呢，我们要来欢迎今天可能没有新朋友，但是有听说有那个这位有。不好意思，叫什么名字？玉明是吗？好，那我们就是也可能一阵子没有来了，我们请玉明站起来，然后我们来欢迎他。好，谢谢。好，请坐。然后玉明前面有一个也很久没有看到的林同学，不用站起来啦，就是欢迎你这样。好 ，OK。对他，但他对每次都很久没来，所以如果你一直很久没来，你每次都要被欢迎，这样，请注意。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消息报告。我们今天有2个活动要来报告给大家。那今天的话是本周是第一次报告，然后这个是办给我们的家亲的朋友，在场大概有今天很难得，家亲大概占2/3，那个社亲人非常少哦，请帮那个家亲鼓励一下。今天人好多，今天社亲人好少。好，那今天的话就是你们绝对不要错过这个活动，是在。只是有一个那个很浅的字看不出来。那个家亲的开学活动，虽然大家都想说就是暑假就会有活动，对不对？但是我们不是，我们的开学也要有活动。等一下，是我按到吗？等一下，请可以帮我上一页下刚那页。对，好。那参加的对象就是只要你是学生，国中以上的学生青年都可以参加。那因为我们这里有写迎新参会嘛，所以特别是你如果今年刚好升国一、升高一、升大一、升研一，不知道有没有？也有，好，升研一也有哈，你的报名费就是新生只要50块，超级秀，好不好？然后再来的话，如果你不是新生的话也没关系，也只要100块。就如果你有来教会打工的话，你1个小时的那个打工费就可以玩几天？2天，哇，好划算。好，所以如果就是你是家亲的话，就请你现在，或是你有就是想要带新朋友来也可以嘛，对不对？那新朋友是什么钱？正常钱。好，就如果一样新生就50元，非新生100块。然后就是你现在打开你的手机，扫描这个来很大的 QR code。好，马上现在谁家亲没有拿出来？我要开始唱名。好，来马上 QR code 扫起来，马上报名，然后也可以欢迎带新朋友来，对不对？好 ，OK 日期是等一下9月6号的6点，就是你们下课之后到9月7号的早上10点，很酷。OK， 好。还有夜游，好，牧师爆雷吧？牧师怎么爆雷？牧师怎么讲出来？搞到人家很用心准备。好，反正就是9月6号的6点，然后隔天早上的那个10点这样子。好，然后好了，牧师不要再讲了，牧师一直在爆雷，好可怕！牧师不可以再提供那个了。好，反正就是一定很好玩，然后这么便宜又可以来教会住，就是何乐而不为哈！就是欢迎大家都来参加。那第2个活动也是很重要的，然后我们也报告很多次，就是我们59周年的户外礼拜，然后它是在10月13号，是只有就是当天早上8点到6点，然后我们原本如果以原本教会的安排的话，是会就是一起搭游览车过去，但是听说我们就是青年牧区有更多好玩的事情要发生，所以就是后续会再继续报告。但是单就这个活动的话，就是10月13号，然后欢迎大家都可以一起参加。它是一整天的行程，早上的话会在真理大学做主日礼拜，下午的话就是会有淡水的1日游。那你觉得这样就结束了吗？不，你晚上还可以去老船长餐厅吃晚餐这样子，然后每个人只要400块，哇，超级俗。好，所以就是欢迎大家也都可以参加。然后
好，然后这里的话也是，只要你是就青年牧区的，不论你是直直壮或是家青，都欢迎你可以扫这个 QR code 进去这样子。然后因为我们的目标是要500个人报名参加，目前已经非常踊跃，就欢迎可以再更踊跃一点。所以请大家还没有，就是如果你就是每次都会忘记说每次做完礼拜忘记就要报名的话，现在马上拿出来马上报名这样子。好，那再来的话。好，再来是我们的青年牧区有下半年度的投影训练，在9月7号礼拜六的早上10点。那如果你是现在已经有在服侍投影这个服侍的同工，你就一定要出席。然后如果你是觉得你对投影这个服侍很有负担，或是你觉得就是那个投影这件事很酷，可以坐在后面像金香一样，现在坐在后面操纵电脑很帅的话，就是欢迎你都可以报名参加投影训练，然后成为投影的同工。然后如果你有意愿的话，就请洽婕妤组长，他今天不在，但是大家都知道他是谁，所以就可以找他这样。好，那再来的话是从9月1号开始，我们的很辛苦的全职干事们的办公时间会有调整。那原本的话，他们可能周六或周日都会有上班，但现在的话会改成上班的时间是周间的早上9点到下午的6点。那主日的话，就会希望他们是固定休假，能够跟寻常会有一样服侍或者是做礼拜。所以请大家要注意，如果你比如说有常常要去找李梅姐请款的或者是要去找张玉哥干嘛的请主日不要再找他们了，他们就是休假的，他们就是来做礼拜的，就是请大家一起注意这样好。从9月1号开始。剩下7天，好可以适应这样子哈。好 ，OK。最后的话是教会的建堂基金义卖，就是我们请牧师来帮我们站起来，还脱衣服，站起来一下，就是牧师带货王，他是那个就是这个就是我们卖的其中，这件还有吗？没有了，牧师要穿一件有的。好。那件没有好，就是我们就有很多类似像这样的衣服，可能像牧师的这个 Never Give Up， 或者是像那个今天炳恩有穿这个 Passion 的衣服，都是有在类似的衣服都有在义卖，然后可能还有很帅的背心跟帽子，就是之类的，所以就欢迎大家都可以购买。然后每一件都是现在就是超级大促销，每件100块，3件200块，8件500块，20件1000元。如果你买20件的话，1件只要50块，超级便宜，大家来赶快购入这样子。好，然后所有的那个金额都会成为我们的奉献，然后尺寸跟数量现在已经就是剩最后了，欢迎大家都可以趁干事的上班时间可以来挑选这样子。好，那今天的报告就到这边，我们要去小组了。家青的话，请你到新堂舞台的左侧；直直壮的话，在新堂吧台旁边的空地。好，我们今天礼拜到这边结束，大家去小组吧 ，Go Go Go，耶！